镜头锁登来台湾，来看这个家己的火鸡肉饭真出名。每一间的店家嘛拢有家己特殊的口味。为着要让游客找出到上介适合家己口味的火鸡肉饭，嘉义市政府特别举办火鸡肉饭的展览。而这个博物馆内底放一台机器，透过这个机器，会当找到推荐的店家，嘛会当了解火鸡肉饭的历史，甲做火鸡肉饭的小秘诀。家球场所的白饭铺规碟肉片，搁淋鸡油起哩，看起来又金又金，香味十足。家己市在地美食鸡肉饭名声透行城，市府若办展览，内底规当找找到上适合游客口味。像我个人是很喜欢吃油葱酥的，那油葱酥的部分，他就会告诉我说，午餐我想要吃油葱酥比较多的会有哪些火鸡肉饭的店家，那晚餐会有哪些店家？看这展览才知道说，原来他们嘉义从早到晚，就算24小时都有火鸡肉饭可以吃，还蛮特别的。火饭特别选择火鸡肉饭，要食一时一些，或者是一底一底，无论是要食到饱，还是食点心当做淡餐，或者是要求做民众，干那要食轻轻饱，袂当油腻腻，伫咧遮试吃咧，内当找到推荐店家，规当了解家己特别的古早味，火鸡肉饭的历史含制作的撇步。每一间都有不同的特色，对，好比说饭比较偏软或偏硬，酱汁还有油葱酥是先撒上去还是后撒上去？外县市的都来，连外国人也都来，增加我们嘉义市的带动，整个食衣住行都有带动到。每一间店都有家己交出的手路菜，才当甲人拼身体。如今有期待当试吃咧，唔免食家己每一间火鸡肉饭，就当了解真相每一间的特色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